来继续来到台中有2个毒贩啊，长期利用奶甲微信等等的通讯软体来贩卖着海洛因甲安非他命等等的毒品。这警方控到2个人踪身的地点，就发现嫌犯出现，马上以车约人。上尾啊，是用真风车把这个嫌犯甲压离的轻位啊边，予伊进退无路，伊只好是乖乖束手就绑。接落来是攻破门，冲入去夺窟，甲另外一个嘛甲绑起来。开枪啊！警方伫捉人头前伫走这个姓赵嫌犯，伊涉嫌卖毒品。另外一个警驶真风车冲入巷底，将这个姓赵的嫌犯甲包围起来。快点！电台啊！在哪里？在哪里？不然怎么开门？不然怎么开门啊？人抓到了，警方爱到伊租厝的所在。手那边，他从手那边上去，小心。飞去的楼顶为2楼冲入去。出来将门暂开了，来到室内顺利了另外一个姓李的共犯。台中市刑台锁定毒贩姓赵查甫人，甲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平时2个人就透过通讯的软体，甲买人伫联络，为了闪避警方的追捕，要有专属的毒品大户。李贤跟石贤2人平常是透过那一个微信那些通讯软体跟买家联系，之前以男的女的作为代号来对规避警方的查缉。警方伫2人睡厝的所在有超到毒品阿非他命、佮海洛因，还佫有真济发底层的枪支，未属是小型的军火库。那全案依法移送那个台中地检署侦办，并经台中地检署起提公诉在案。2名嫌犯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加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等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即马已经被检方来起诉。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